哇！微波爐居然可以叮出平底鍋嘅焦香脆皮效果，呢款日本最新神器，大家一定要睇下。平時用微波爐叮嘢最怕濕淋淋，而家直接放急凍餃子入去。包裝袋都有講唔建議入微波爐，因為會淋咗。我哋而家就挑戰一下佢，放入微波爐4分鐘。哇！你睇下個底金黃脆皮，好似啱啱煎好咁啊！連高難度嘅急凍三文魚都完全難佢唔到。叮3分鐘，反轉睇下，哇！連網格紋都有埋啊！拎出嚟嘅時候仲喳喳聲㗎。早餐想食法式西多士，直接喺鍋入邊打蛋同埋落牛奶，攪勻佢之後，鋪啲麵包落去，再放埋煙肉同埋超多芝士，原個放入去叮咁就得㗎啦。邪惡爆漿芝士多士搞掂。中午想食得健康啲，整盤蒜香菇菇蝦仁，原汁原味，落少少蒜蓉同埋調味粉入去叮3分鐘，配埋個沙律，勁快手搞掂一個減脂餐。呢個嚟自日本嘅Bake微波爐專用烤鍋，佢嘅秘密就係底部有呢個特殊發熱板，可以將微波轉化成高溫熱力。而佢比坊間更特別嘅係因為佢個蓋上面有一個蒸汽忽，可以因應唔同嘅食材去控制呢個水氣。佢仲有3個顏色可以揀，有好靚嘅薄荷綠色，仲有好 sharp 嘅金骨色，當然仲有我手上呢個最百搭嘅灰色。呢間工廠已經超過60年㗎啦，而呢個鍋喺日本超多百貨公司都有得買，例如 AEON 啦、Yodobashi 同埋 ANA Mall 都有啊。我哋而家開緊團勁抵啊，都係100零蚊一個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留言要我俾資料你。